突發嘅筍盤推介，位於喺西貢著名嘅豪宅康湖居別墅，最近嚟講咧，啱啱推出咗兩間咧超筍嘅單位啊，都係喺比市價嚟講咧平足2至3成嘅。第一間咧位於喺康湖居嘅1期單號屋，正中內湖景觀，擁有超過1000尺嘅花園，而最大嘅賣點佢有23尺嘅私家船位啊！建築面積1760尺，實用面積1187尺，而家嘅拍賣價咧只係1800萬嘅啫。咁而第二間嚟講咧，就位於喺4期嘅 F 段嘅單號屋，咁呢間嘅實用面積係較為大嘅，建築面積1885尺，實用面積1373尺，亦都係望內湖景觀，擁有一個18尺嘅私家船位嘅。咁花園嚟講咧就502尺。而家叫價係1800萬，咁但係呢一間咧屬於一個疑似空宅嘅單位啦。咁呢上述兩個單位嚟講咧，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嘅時候咧，記得去聯絡我 Frankie。咁呢兩間嚟講咧喺市價嚟講咧都平過超過係2至3成嘅，所以大家可以考慮。Hello， 大家好，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好開心喺度咧再見到大家，同大家去分享下一啲西貢區嘅成交俾大家。而今次咧，我要介紹咧就係我身後面呢一個嘅日龍園啦。咁日龍園係屬於喺西貢市中心，隔離咧就係呢個香港學堂，即係國際學校啦，集呢個幼稚園、小學、中學一身㗎，所以深受一啲區內區外客咧搬過嚟市中心或者搬過嚟西貢區咧，都係為咗子女咧去接近呢一個國際學堂㗎。咁而日龍園咧就正咧係更加咧係佢有呢一個嘅地理嘅優勢啦。咁亦都鄰近呢一個西貢市中心啦，呢一個碼頭同埋呢一個嘅巴士小巴總站㗎，所以交通非常之方便。而發展商信和嚟講咧，呢一度日龍園咧一共咧有297伙嘅供應啦。咁單位嚟講咧，由一啲嘅1房去到一個4房雙套嘅特色戶都有嘅，所以間隔種類繁多。而除咗日龍園之外咧，佢信和咧第二個發展就係日龍海匯，都喺西貢市中心嘅。咁交投方面嚟講咧，喺日龍園嚟講咧，踏入咗26年嘅時候咧，未到一季完咗嘅時候咧，2個月鬆啲咧，已經係6宗8宗嘅買賣成交。咁咧再去反映咧，而家嘅市況咧由一個低位轉為一個旺市嘅時候，呢個小陽春嘅狀態，亦都係反映咗日龍園咧有啲嘅單位嘅成交，我甚至覺得係叫跌過龍啊！尤其有2宗嘅低價成交啦，位於一個喺5座低層 A 單位嘅717尺，以一個668萬嘅成交，同埋有一個喺1座嘅地下連特色戶花園嘅單位咧，以一個893萬成交。兩間嘅成交價錢咧都係跌破咧1萬蚊嘅實用面積價錢啊，非常之低。而1座嗰間連花園咧，個業主咧更加係蝕讓咗超過400萬㗎。咁所以我相信咧呢啲嘅低位成交嚟講咧，去到26年嘅第2季嚟講咧，我相信咧就會買少見少啦。而最新兩間嘅成交咧，分別咧位於喺1座嘅高層 K 單位啦，實用面積1021尺，以1188萬成交。另一間咧就位於1座嘅 E 單位，咁係特色戶嚟嘅，995尺，就以1238萬成交。咁造價嚟講咧，已經提升翻去11600幾蚊至到12442蚊尺㗎啦。咁可以見到咧個成交價錢咧都係反映翻個市況咧開始就叫做量價就齊升啦。咁所以咧造價方面咧叫做我相信咧預期後市嚟講咧都會進一步提升嘅，唔會話因為咧近排嗰個即係喺中東嘅戰事影響嘅。因為其實咧，我哋見到啦，雖然中東嘅戰爭咧已經係維持超過1個月嘅時間啦，未有咩特別嘅緩和跡象。咁但係我哋可以見到喺香港嘅樓市咧，無論喺2手市場、1手市場咧，成交咧都係保持咧一個比較暢旺嘅姿態嘅。而造價方面嚟講咧，就係更加啦就叫做提升咗。尤其有啲嘅短炒個案嚟講咧，都好明顯增加。最近有唔少嘅新盤嚟講咧，更加咧有一個客人買8間、12間嘅個案出現啊，所以令到咧好多發展商咧都係好興咧一啲叫大手成交行先而所以你去買一間嘅分層戶嚟講咧嘅買家咧好多時咧
真係叫抽嚟抽去咧，好似難中過六合彩咁樣嘅，所以亦都回流咗咧喺個二手市場咧，我哋可以見到啦，高柏嗰邊咧，西沙灣嚟講咧，已經係差唔多接近200宗嘅二手成交啦，而絕大部分嚟講咧，嗰個嘅成交價錢咧個賺幅啊，可以講由20%，甚至最犀利嗰個賺幅嚟講咧，達到40%添。所以咧，而家喺香港完全係冇辣椒嘅狀況之後嚟講咧，就無論係短線嘅炒家或者係長線嘅投資者咧，都紛紛咧就叫做入呢個樓市去避險或者係有呢個投資嘅機會嘅。所以今次咧，我都介紹一啲嘅筍盤俾大家啦。我首先介紹翻我哋今次嘅日龍園同埋日龍海匯先。喺日龍園方面嚟講咧，分別咧有2間嘅高層戶，同埋都係咧全東南開揚景觀嘅。所以咧屬於一個優質戶嚟㗎。一間咧就530尺，東南方向啦。而家咧就係開價650萬嘅。而第二間嚟講咧係喺5座，亦都係高層嘅單位啦。896尺，屬於3房套房定工人房嘅設計嘅。呢間咧就係1100萬嘅叫價啦。2間咧都分別咧比佢之前嘅買入價咧都係有所折讓㗎。而另外喺日龍海匯嚟講咧，因為呢個屋苑嚟講咧提供咧有啲嘅細尺數啦，我哋叫做細面積嘅提供。分別咧我哋都介紹2間啦。一間咧就係喺3座高層 L 單位，望向西南就翠綠山景啦。呢間嚟講咧409尺實用面積，而家叫價都係450萬㗎咋。有鎖匙，隨時都可以安排俾大家睇睇嘅。而最後一間咧，位於喺日龍海匯嘅一個2座高層 H 單位，東南景觀，望翻去有山景啦，同埋咧個景觀都開揚嘅。而家個叫價嚟講咧係585尺，屬於2房2廳嘅設計㗎。而家嘅價錢嚟講咧係620萬啫，係咪好筍咧？所以咧而家其實筍盤咧真係買少見少㗎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我哋區裏邊咧已經有超過35年嘅歷史㗎啦。我哋嘅分行咧分別就有呢個西沙灣高柏嘅分行。我相信嚟講咧，有興趣睇西沙灣新鴻基呢個樓盤嘅朋友咧，亦都可以聯絡我哋西沙路嘅同事。另外我哋嘅西貢市中心分行啦，就鄰近呢一個日龍園。最後有一間咧就喺清水灣澳龍分行，直情喺澳龍隔離嘅啫。我哋嘅資深同事咧，有啲甚至做到超過20-30年㗎。相信咧，佢哋可以幫到大家咧揾到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 或者一啲好平靚正嘅筍盤嘅。好多謝大家收睇，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頻道啦。拜拜。買樓怕中火，揾奇峰至輕鬆。奇峰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等你買得開心，住得安心。5天置業冷靜期，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全程免佣金，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4重凶宅過濾系統，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篩走所有凶宅可能性。100萬防假保障，謝絕虛假業主，如有發現，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100%真盤承諾，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 真盤，絕無虛假資訊。世紀21奇峰，讓置業變得幸福。